看这个小人哦，哇，诅咒谁就按一下，哎呀哎呀，啊，这样我就可以离开这里了。好，然后，有人第一次认识我的吗？第一次举手，有吗？只有一个，啊，好，还蛮多人认识我，真的假的？认识我的举手啊！安娜刚刚没有举手是这样，真的有认识我啊？那很高兴你们认识我，这段缘分的开始。然后比较特别是去年的时候，这应该是最嗨的。我一直很期待，除了有哈日族、哈汉族，有没有哈原住民族啊？总统，原住民是基础股，请投资原住民，我们要创造我们自己的事业。第一个敢在金曲奖拍总统肩膀的应该就是我吧？这样。好，我不晓得各位同学是怎么认识我的，当然我应该讲一讲我现在的工作的状态。我其实是一个词曲创作人，然后后来当了组了乐团，当了主唱之后，才开始表演，真的到站在前台开始唱歌。等到进了唱片公司之后，发了第一张母语专辑的时候，就现在开始变成一个族语的歌手，然后其实也一直在持续的创作，然后也有在持续的表演。这是现在的我的样子。啊，偶尔去兼差演员哦，偶尔不长啊。很久没有拍电影，不过去年11月还是接了一档电影，然后演一个小角色，小小的。不过人家是偶像，我是剧，然后偶像剧啊，有机会好像今年会上映吧？就女主角是隋棠，很嗨哦，我不是男主角，所以没有好话的。好，然后这是大部分认识我的人有可能会透过图腾认识吗？认识。图腾乐团，那是我人生组的第一个乐团。那其实我17岁就开始写歌哦，写的歌都比较像一般大家听到的那种流行的歌手会唱的那种，但是偏民谣。等到我大学2年级的时候，才有机会写歌给一些主流的歌手。然后，可是那时候写的东西跟我自己本身，因为我本身是阿美族人，看得出来吗？看。还是我比较像日本人，还是韩国？我长得比较还好哦，还好，还是很帅。帅。你们想讲什么？欲言又止的啊，好。有些朋友常常听我演讲，我实在不想讲一样的事情，他们很坏，不知道为什么每一场都有同样的同学，可能是双修啊，怎么读那么多大学啊你们？好，其他的同学在这本校学生多吗？我看有吗？都还蛮多的，谢谢你们来，因为你们是翘课还是放学？为了来听这场演讲哦，然后我简单的只能说，我今天分享的是一些我自己在做音乐的这些心得，尤其是我很想要把原住民的文化融进去在我的音乐这件事情上。然后图腾算是我在音乐上开始有一些跟我自己比较像是我在找我自己哦，就寻根呐。老实讲也是这样子，我的根就讲来讲去就回到我自己的部落。都兰听过没有？有。都兰国小，真的有这个国小哦，我是杰出校友。好，都兰国小，然后我是都兰国小、都兰国中毕业的学生，然后后来，但因为我小时候自己很讨厌自己原住民的身份，其实讲都兰这件事情就很多可以讲的故事。其实像我跟我一样在长大，在都兰长大的年轻人，我们都会有一个共同的记忆。就是你们有没有参加过运动会？尤其是我们县运啊，我们那边会有那种台东县什么县运，然后全部的台东县的国中就要来参加运动会嘛，不是会有那种广播人员在报告那个运动员进场的时候。现在进场的是诸如谁？那每次轮到这种国中的时候，现在进场是堵浪国中。每次我们的同学老师你看呐，那个诗语中文不好听，讲那么不好听，不标准这样。当然，都兰这个名字其实它也是从阿美族语去音译的。
为什么我们那边叫都兰？其实是从阿美族来称呼那一块土地。我们的部落的名字叫，用阿美族语来讲叫阿都兰。阿都兰有没有比较好听啊？就是讲阿美族语，讲中文都不好听，所以我跟我一样长大在都兰的人哦，我们都会有这样的记忆，就是我们很不喜欢讲我们从哪里来。因为我们从哪里，我们顶多讲我们从台东来。如果我们离开台东的话，我们讲台东来，好，就这样子，就不会再讲说我们从都兰来。小时候我也很不喜欢自己的原住民的名字，我的原住民名字叫署命，署命在中文的意思就是木炭的意思，就是人家每次要烤肉有没有要木炭？一直讲署命，我在这里啦，赶快来要烤肉。所以小时候很不喜欢，就很讨厌自己的原住民名字，我叫署命这样。可是我的爸爸的名字比我更惨，我爸叫扎基。现场有阿美族的人吗？有吗？你知道扎基什么意思吗？扎基对，扎基就是笨斗的意思。就是阿美族的男生很奇怪哦。我们的家长都给我们取一些具有功能性的名字，就是我是木炭，我爸爸是笨斗，对，就是，然后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可是小时候我都很怀疑，为什么我们的名字怎么都那么奇怪，都是功能哦。长大之后才知道，就是透过一些学者的分析，就是阿美族是母系社会嘛，男生是嫁出去的嘛。但是我们是嫁出去的祸水，我是祸水，好嫁出去，但是父母亲会担心他的孩子嫁不出去，所以都会给男孩子取有功能的名字。所以有人就会取我们，因为我们有功能嘛，外面我们无能，没有人要取我们的，就是这样子。所以阿美族的习惯在替孩子，尤其是男生都会取一些具有功能的名字。他小时候都不会这么觉得说这个是很有意义、很有文化的事情，不会，直觉就是很讨厌。我不喜欢叫署名，但我也不喜欢讲我从都兰来，所以其实有一种很奇怪、很矛盾的心情，就放在自己的心里面，然后从来没有讲过。好，当那时候我是组了土人乐团，我才开始写一些跟原住民有关系的一些歌曲，但也很妙。土人乐团，这是我们的MP 啊，主打歌。土人乐团2002年组团，03年开始参加海洋音乐季，然后03、04年、05年连续比了海洋音乐季3年之后，在05年得了海洋音乐季的大赏，然后06年才被唱片公司签约，然后发了这张专辑，叫《我在那边唱》。我在那边唱其实是土人乐团里面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作品。我们土人乐团是5个人组成的，其中4个都是原住民，而且都不同族。另外一个我们号称平地人保留名额，他也是要入赘到阿美族的，然后他女朋友也是原住民，这样就5个人，来自不一样的族群啊，就也不一样的家庭，我们就这样凑起来了。可是我发现我那些兄弟啊，就是我团员哦，就他们很喜欢回家的。有卑南族的、排湾族的，连平地人保留名额，他都还是很喜欢回家，回他的家乡，在南投，在台中这样，然后去从事一些文化的活动。可是我没有，我不爱回家嘛，因为我以前讨厌都兰。然后，对，是因为这样子，我才开始回去自己部落，然后才开始反省一下，就是自己想了一下，然后写了这样的歌，这比较像乡愁，就是我开始会想家了。然后把一些原住民的东西的一些逻辑，还有一些唱法，我还要回来带进我们的乐团，然后就看起来真的很像马来西亚的天团，就是一整个也不知道，因为很少唱片公司做过原住民乐团所以那个形象很难去设定，因为也没有得参考，就这样组这个乐团。但是第1张专辑可能或许比较原住民一点，可第2张我们把一种意象带出来了，就很多人觉得原住民是，尤其是一般社会大众都会觉得原住民就是山上的孩子，可是我是阿美族，我是靠海的，我应该海边的孩子。但是如果要为了这件事情挣扎很久，我觉得实在没有意义，所以我找了一件很简单的方法，就写一个放羊的孩子，把意象延伸出去，又变成另外一种层次的创作，虽然还是中文。好，看看就好了，看看就好，比较不像马来西亚，比较像菲律宾一点。然后图腾
还有一件事情很好玩，就是或许是因为我的背景，所以从03年开始组团之后，就很多类似社会观察者啊，或者是纪录片工作者，就对我们这个乐团很好奇，因为早期原住民的音乐都是传统或者是民谣的方式在呈现的。然后图腾算是浮在台面上第一个把原住民的音乐拉到也所谓的摇滚里面，就像早期的林强或伍月天把台语放在摇滚里面，就是原住民好像比较少这样的乐团，尤其是浮在台面上的。那图腾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的第一个，就抢在那个海洋音乐季时间，然后很多媒体在曝光的时候，我们就变好像自然而然就成了一个原住民乐团啊，这不是我们很刻意要去经营的，但是大家就会觉得，因为我的创作那时候也开始有一些转变，就开始写比较多跟我自己自身有文化有关系的歌曲。好，看看就好，其中比较特别，这是日本导演拍的。然后这是台湾导演拍的，图腾从03年到现在，总共有10支纪录片，对，其中6支海州是长片，我们号称乐团界的 Discovery， 所以很多过去的东西都在这些纪录片里面都被记录下来了。乐团那时候是有个目标啊。刚好有看到一个比赛，海洋夜景。我不是为了钱，我是为了20万。好，年轻的时候不要乱讲话，只要讲到这段时间，大家都觉得很开心。第一次别人就开始卖起自制的 CD 了。拿出来的人哦，一人买1张 CD， 我们的1张100块。100块啊！不要人家都说原住民骗钱，很良心的。要离团的人不是只有我一个，要玩的人也是你，要先走的人也是你。能不能一起玩团，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决定。你要讲什么？不是啊，你要讲什么？好好讲啊！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大家才会再相信我。上海的主题是为了海洋的主，很想要的就是